往後美國有咩因素出現會不利美元呢？今日同大家逐一講解。早晨，我係 AI Mark， 今日係2025年11月17日，歡迎收睇財經早餐。儘管喺12位聯儲局有投票權嘅官員中，包括主席鮑威爾在內，有8位主要官員傾向支持喺12月嘅議息會上維持息率不變。而根據利率期貨價格變化，市場對於聯儲局喺12月減息嘅機率估計亦只係49%。不過呢啲情況似乎並未為美元提供支持。上個星期，美匯指數最低降至99點，顯著遠離今個月5號高位約100.36。至於今朝喺亞洲市場，美匯指數報99.3。美國政府重開後，資金再次從政府手中透過正常嘅開支渠道流入市場，緩解咗先前出現嘅美元供應不足問題，從而改善咗市場上對美元嘅需求搶奪情況，相信呢個係導致美元喺過去一個星期下跌嘅首因。此外，隨住美國經濟數字嘅重新公布，市場對於數據可能顯示美國經濟轉差嘅擔憂亦有所加劇。呢種擔憂並非毫無根據，因為美國啱啱經歷咗有史以嚟最長嘅43日政府停擺，對經濟造成嘅損害唔容忽視。假使數字一旦轉差，就唔能排除聯儲局12月有減息可能。當然，美國最高法院就特朗普關稅嘅合法性裁決按時間推算，亦隨時公布，為免總統權力過大凌駕喺國會之上。相信法院雖然唔會完全否決特朗普嘅關稅政策，但亦唔會毫無限制。無論限制程度如何，都會對特朗普嘅關稅政策形成一定嘅阻力，從而不利美元。最後，隨住日元如係向160對1美元邁進，為免進口價格急升推高通脹，相信日央行唔會坐視不理，入市干預支持日元嘅機會將大增。至於英鎊，過咗11月26號嘅財政預算案公布後，壓喺英鎊嘅大山將被移除。貨幣係相對，隨住日元有望見底，英鎊有望反彈，相信亦會削弱美元匯價。預料美匯指數繼續喺96至100區間內走動。睇翻其他市場消息，瑞士成功重新同美國達成貿易協議，瑞士對美國嘅貨物關稅將從原先嘅39%降至15%。作為交換，瑞士承諾喺2028年前向美國投資2000億美元。至於日本，日經新聞報道，高市政府可能推出一個高達17萬億日元，約1100億美元嘅刺激經濟方案。為咗資助呢一個刺激方案，政府將要大幅舉債。值得注意嘅係，日本目前嘅債務同期 GDP 嘅比例已經係高達260%，再進一步嘅舉債只會使到日本政府嘅債務問題更加失控。好啦，今日時間差唔多，我哋聽日再見。